現年58歲嘅鄧兆尊最近被網民封為最成功二世祖。事源早前喺網上突然瘋傳一則貼文，內容話佢當年繼承咗爸爸新馬私增15億遺產之後，將錢存入銀行至今超過20年，淨賺利息高達17億。雖然並冇真憑實據，但係驚人嘅天文數字迅速引發網民熱議。近日，叻哥陳百祥出席公開活動受訪，當被提及鄧兆尊有10幾億身家嘅時候，佢就不屑咁表示鄧兆尊係靠老豆先咁有錢，又話自己同對方根本就冇可比性，因為佢嘅每一分錢都係靠自己賺翻嚟。揚言話自己而家做直播每場收入都有8位數，仲當場反問記者話：你有冇見過有人請鄧兆尊做直播？呢一番言論引發網民熱議，有人認為叻哥明顯係語帶嘲諷，火藥味十足，對鄧兆尊欠缺尊重。而鄧兆尊就透過網台節目作出回應，佢表示話自己身為晚輩，絕對接受前輩嘅批評，又指叻哥可能係誤信咗傳聞，以為佢真係有咁豐厚嘅身家，但係就強調話唔覺得對方喺度攻擊緊佢，反而認為叻哥有苦衷，可能喺內地需要咁樣嘅流量，所以先至會語出驚人。而當談及到叻哥嘅為人嘅時候，佢仲不忘幫對方講好說話，大讚叻哥私底下其實好友善、好認真，絕對唔係外界所見到嘅咁招積咁串啊！網民大讚鄧兆尊嘅回應大方得體又有素質，而且 EQ 好高，不愧係出身名門嘅富家子弟。